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25，诗篇18篇18节安尼讲：伊带我到开阔安全的所在，伊救我，因为伊爱我。三甲来祈祷，伊爱阮，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寨，阮的石盘，阮的拯救。阮要来倚靠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盾牌，阮的关台，阮的避难所，阮要专心来求你，因为你要保护阮。伫你的膝骨下，也要救阮脱离对敌的手。主啊，伫患难的日，你要伸手来救拔阮，将阮对大水中救出来。主啊，你是赏赐救恩的上帝，你施出慈爱，互听你佮跟对你的人。主啊，苦境袂会伤害阮，患难袂会迫害阮，因为你要带阮到开阔安全的所在，你救阮，因为你意爱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